我明白你的想法，你認為既然右邊畫面正在播放上海磁浮列車的影片，而左邊畫面又出現了 Fox， 那麼 Fox 可能也在乘坐上海磁浮列車。然而，從技術和邏輯上來說，這兩種情況是獨立的。影片畫面可以自由組合，將不同來源的內容並列播放。即使兩個畫面是同步播放，也只是表示它們在同一時間被呈現出來，並不意味着畫面中的內容是相關聯的。就好比你同時觀看一個關於巴黎鐵塔的紀錄片和一個卡通人物的動畫，這並不代表卡通人物真的在巴黎鐵塔上。左邊的 Fox 畫面很可能是一個獨立的影片片段，一個 GIF 動圖，或者是一個靜態圖片，被放在了上海磁浮列車影片的旁邊。